好，大家好，今日嚟試玩下呢隻 game，咁我哋睇下啲福利同埋啲優惠先。咁呢度有個特別優惠禮包啦，每人只可以限購一次。仲有呢個高級禮包，39蚊40蚊港幣，一人只可以限購一次。咁仲有呢個 VIP 訂閱啦，有一星期，仲有1個月1年，有3個選項。咁仲有個限時搶購，可以領取一隻傳說嘅英雄。咁我哋開緊個寶箱啦，仲喺度孵化緊。咁呢隻 game 唔算係單機遊戲啦，佢可以儲存個帳號，儲存資料喺雲端。咁啲任務可以領取啲獎勵，有1000金幣同埋10粒綠色嘅鑽石。有一個幸運轉盤，但係要睇廣告。有一次免費，我哋已經開咗啦。咁再轉嘅話，就要睇一段廣告去領取返。跟住呢度係我哋已經有嘅英雄啦，我哋仲係呢個石器時代，跟住就係鐵器時代、中世紀、工業時代、當代。跟住最後係呢個太空時代，咁唔知幾時先可以去到呢個太空時代啦。咁如果去到太空時代嘅，可以留言啦，可以留言睇有幾多個人係真係去到呢個太空時代。咁呢度係啲商店啦，仲有啱啱分享咗啲禮包喺呢度都可以買到。有新手禮包啦、高級禮包、終極禮包，仲有啲寶箱。如果開一個寶箱嘅話，要400粒綠色嘅鑽石，可以預演下，或者可以直接購買啦。400粒鑽石，仲有呢個每日優惠100粒鑽石可以開一次。咁仲有唔同嘅戰士盒，但係要課金啦。都係要課金。咁仲有啲普通卡片禮包，要15,000金幣先可以開一張。仲有呢個超級卡片禮包，1000鑽石，仲有啲睇廣告嘅免費金幣。咁仲有啲綠色寶石、綠色鑽石嘅價錢表啦，大家可以睇一睇。仲有啲金幣。咁我哋嚟開始玩一鋪試玩下先。暫時都未有寶箱，咁我哋開始戰鬥啦，試一鋪啦。依家打到第2章嘅20關，如果打埋呢關，應該可以領取一個寶箱。再開多一張，唔夠錢。呢隻咩嚟？咁我哋擺一擺個陣容先。擺完陣容就開始啦。唔知打唔打得贏？如果2倍速嘅話，要學埋呢個 VIP 狀態。不過呢個唔知，呢粒星星唔知咩嚟，不過是但啦。話要睇廣告啊！咁我哋暫停一下先，唔知呢個係咪廣告嚟？咁我哋返嚟遊戲啦。咁無啦啦佢玩到中途，佢會彈出啲廣告。咁我哋去到下一關啦。啱啱開咗寶箱，全新挑戰關卡。咁我哋而家打第3章嘅第21關，開始。仲有下面呢度都有啲廣告，無死角廣告植入真係。下一關啦。咁我哋今日條片就到呢度先，拜拜。